大家提下大家啦，咁即係差唔多就嚟考啦。咁你如果咧即係就嚟考，咁你會點做好咧？咁你話依家去到呢家情況之下，第一首先第一步要做嘅就係重述翻呢邊嘅文化先，呢邊嘅文化上一堂上一個堂都講過下嘅，即係呢個時候點樣諗咧？可能就話即係貼題翻就其次啦。可能你話你要知道自己要揀邊條先啦。譬如你話亞洲試知道自己讀邊，呢啲一定要㗎啦。咁你要每條即係每個嘢你要識得，即係每條你知道咩重點，即係每個課題你知個重點個擺邊，有啲咩 effect 會用到嘅。即係亞洲試嚟講，你話名字現代化嗰啲一定要記得咩現代化，咁你一定要記得咩係即係名字嘅政策邊個推行啊？即係咩人去推行啊？你翻低呢係點樣講？即係政治啊，即係每個改革有咩關係啊？中間即係咪緊扣啊，定係分開咧？政治係幫到教育啊，經濟還是經濟幫到政治教育咧？即係呢啲 point 你要識得分開個名字嘅話，如果得村嘅話，就簡單啲。你而家要温嘅就係話賭台，即係圍住賭台啊！佢唔依份佢問你階級定係其他第三大因素，但係我啱啱解釋嗰條即係咎由自取。總之一定得村圍住賭台啦，即係或者但係你要即係依份你問賭台都好，你要知道佢啲自救嘗試，賭台同自救嘗試呢兩個係得村嘅重點。我哋麻煩你，即係你記得温係温呢兩個 full power 係好啦，跟住名字就温啲改革啦。咁中國嚟講你温啲咩？中國好似蒙大海咁，唔知點啦。咁中國最緊要係記住係讀翻佢本身嘅政治，開碼翻低佢最原始嘅傳統係點啊？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嗰啲外交，最由鴉片戰爭之前嘅天朝大國經濟農業為主，嗰啲思想儒學完全儒學為主，點樣逐漸演變成為一個有憲法？點樣演變成為一個五四運動嘅一個國家咧？即係我知道係要分階段咁樣按，即係意思係洋務運動幫佢邊方面，拜油維新又幫佢邊方面，得唔得？即係總之你知道佢本身，唔係仲未知道佢本身咩問題，因為中國點樣考慮入面有咩問題？即係問題就可能你話，即係無論思想上問題、政治不平衡、制度主義上問題，總之問題你都要熟讀。咁中國問題就可以吹啦，三無喎，冇錢咁唔用點啦。咁但係環清政府咁樣，即係咁樣問題，可能你就要熟悉翻呢啲咁嘅嘢。其實即係中國嘅 essay 其實唔難嘅，呢邊都甚至乎可以掌握嘅。咁仲有去到歐洲嘅情況之下，歐洲比較難温啲嘅，大家都要注意。不過歐洲可能有啲人唔知，可能都覺得唔係太熟啦。對於成個世紀好似覺得好耐同埋都係佢非都要答翻啲近啲咩二戰、大戰嗰啲，但係都唔係嘅。但係歐洲最緊要就見到即係每個課題有個連貫關係，一定要知道咩嘢係會用到咧。譬如啱啱我提咗好多 point，你包翻得好多 point。舉個例子就係1848，我哋不空華力大革命一事，關咗更多問題事，亦都關咗海運動事，得唔得？即係呢扎嘢即係呢啲即係每個事件啊點樣賴？即係你揭本碌史，你睇本歐協嘅本碌史又好，睇本歐協嘅碌史啊，你腦入面諗翻歐協喎，原來關更多問題事嘅喎，原來歐協都係關乎海運動事嘅喎，點樣關係咧？每條會點樣答咧？即係成條會點樣問咧？咁鋪排啲咩咧？歐協本身咩原則咧？個 definition 第一個你一定要識，即係你要我同你歐協嘅 definition 要識啦。咁更多問題 definition 更加要記得添啦。咁即係調翻問題俾佢識。你記住你前面 essay 咧唔係做完調翻就算數嘅，唔係為做而做。你嘅 definition 係為你下文鋪排嘅。即係譬如你更多問題咁樣，啱啱舉過一條例子，三個土耳其衰落、民族主義同埋聯合干預嘅。咁你即係你每段要解釋翻一段，即係民族主義同更多問題有咩關係啊？自己做出嚟先。聯盟制度同更多有咩關係？得唔得？即係誕生啲咩事件啊？即係你話列強干預，有啲咩事件叫列強干預咧？點解咁重要咧？得唔得？即係你識得分呢啲咯。即係可能你會覺得比較沉悶嘅，不過更多問題嚟講，如果你真係識答嘅話，你覺得幾好玩嘅一條，因為更多問題真係將幾個碌屎嘅啲嘢咧，就用到普通話嚟睇。咁你每個碌屎嘅嘢都會用得着。咁
咁就唔好似為答而答咁樣，你會覺得好有創造空間啊，即係好有想像空間啊咁樣，得唔得？會好試過入邊咁樣，即係仲有你而家最温嘅温埋統運動，咁統運動點樣温咧？可能你啲大嘅嘛呢條，所以讀下啦，知道下。佢依家圍繞住得美國際形勢嘅，咁除咗奧地利乜翻得，可以温翻法國啦，温翻其他國家對於創科運動有啲咩貢獻得唔得？即係其他最起碼成個 journal 嚟睇啦，可能佢今年問法國都唔定㗎，即係可能未必真係 hit 中奧地利嘅。咁樣即係類似啊，不過人物嚟講比較少㗎啦，即係類似即係温翻啲國際上嘅嘢。咁成個歐洲一係就咁，如果話最基本咧，就即係個 timeline 出嚟，每年發生啲咩事咧，跟住將啲 timeline 打圖，將啲 timeline 覆埋，即係咩問題嚟嘅咧？呢個得唔得？即係每年1815咩事，1822咩事，1822咩事咁樣，不過幾門不過咧覆埋一齊，得唔得？咁你如果之後大家仲有咩問題咧，可以繼續問我啦，得唔得？歡迎繼續問我。咁首先今日好多謝大家。